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志工到官田，帮这个弱势家庭甲独居老人来整修房屋。老大人真感谢工会帮忙，市长夫人嘛到场关心。台南市木工职业工会志工到官田，替一位70外岁独居个行动不便的老先生修厝，而且佫甲修好的衫橱等等的二手家具送到这位独居时代的厝内。他的屋顶都坍塌了，我们的各个工会已经先做好了一个屋顶，然后现在木工工会也开始在做那个轻钢架的天花板。因为老厝的厝顶破一空，内部嘛有真侪所在需要修理。经过整修了后，规间厝嘛有新的风貌。关怀这些弱势者的部分，我真正是能够代表我们劳工局的感恩，咱台南劳工朋友走出这样的一个斜杠工会的功能。市府劳工局嘛和台南市电企业职业工会到仁德、归仁等等的所在发爱心物资，内容包括红包、白米等等，希望透过发爱心物资，更有关心，让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。